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1月11公时代早起新闻。新闻头先先来看健康消息。癌症是咱国民的主要死亡原因。根据卫福部公布国民10大癌症上新的统计，肺癌是头摆排伫咧着癌人数的第1名，那第2名是大肠癌，而且这阵统计平均4分19秒，咱国内就有一个人会着癌，数据参去年是同款。癌症已经成为国人主要死亡的原因。卫福部国健署车昨公布上新的10大癌症统计，110年拢总有12.1万多人得着癌症，比前一年减少217人。进一步分析发现，肺癌加大肠癌摕落来，头一遍前入去国内癌症发生率的第1名，拢总有16800多人去得着肺癌。过来是大肠癌有16200多人，女成年癌15400多人。肝癌10700多人，口腔癌有8000多人。肺癌呢，因为民众可能有自发性的一些健康检查的健康的势能，所以呢，特别是我们看到的女性的发生率在上升的速度比较快。肺癌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于空气污染的增加，以及国人平均年龄的一个攀升，所以使得虽然台湾的一个抽烟人口不断的下降，但是肺癌的风险却是与日俱增。国健署表示，癌症的时钟甲前一年同款，平均每4分19秒都有一个人去得着癌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高死亡率的腰鞘癌向前进2名，头一遍排入去10大癌症发生率的排名。胰脏癌就是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筛检工具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呼吁我们民众啊，那生活习惯，特别跟酗酒啊、肥胖不健康饮食等都有一些相关性。国健署提醒，目前已经有提供5种癌的体检服务，包括口腔癌、大肠癌、子宫头癌、黏癌，也有肺癌等，呼吁符合资格民众积极参加体检，量早发现，量早治疗。才当降低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关心 APEC 经济理事会议11月15日美国 San Francisco 起稿。今年咱台湾有关系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参加。张总统府召开记者会，总统蔡英文是特别交代爱参国际传达4条消息，强调咱台湾有能力对世界做出贡献。张忠谋表示会达成任务。在座的各位代表团的团员，都是协助台湾走向世界的重要的力量。2023 APEC 领袖会议15至17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总统蔡英文搁再邀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担任咱国领袖代表。行前记者会嘛，亲身交付代表团传达4项消息，强调台湾有能力嘛愿意为世界做更多贡献。第一，台湾将致力促进区域的和平及繁荣发展。第二，台湾将跟各国合作，打造更具弹性及韧性的供应链。第三，我们将努力地推动绿色转型，致力于缩小数位落差。借重张领袖代表丰富的经验，台湾和 APEC 的成员国加强交流，也能持续在各领域开创合作的机会。现年92岁，张忠谋伫蔡总统任内已经第6届担任 APEC 领袖代表，国家2006年已经是第7届。张忠谋表示，真欢喜总统交予伊的任务会拍拼完成。没有一个 APEC 的会反对这个区域的和平跟繁荣，我会努力的完成这个总统给我们的任务。今年 APEC 真受注意的焦点，就是峰会场边的拜习会。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两人让一年搁再面对面对谈，一定要宣布美中搁再进行军事沟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加12个众议员是联名呼吁拜登应该要求习近平达成10项诉求，包括停止所有伫台海的军事行动，停止对美军进行拿查还是收容，释放美国公民这内容，通展现改善美中关系的诚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大巨蛋18就要举办头一场1万人以上的棒球比赛。特别是消防局昨下晡也做火灾抢救的演练。即阵有议员接期发生严重火灾时，大巨蛋恐惊抢救的水是无够用，消防局是有出面赔火。也若讲到这13000张棒球赛的门票，昨中昼12点的时阵是开放线顶免费退票，一回整以来是隆重抢了了。
即阵阁有人出现有加价转卖的情形，上贵的是卖到5000块，警方暂时查到4个人到案。大巨蛋要伫18第一场万人测试赛，7点到12点开放免费提13000张票，不到1分钟就抢了，网络都出现大量恩旧票要转卖。台北市长蒋万安下令对查严办，警方伫网络巡逻，假是买家约出面交，若不愿意出面，只有票款数号，就透过收款小号来锁定对象。于今日查获到4名行为人，并且没入门票7张。那这4名行为人，我们讯后均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4条第2款，函送管辖的地方法院简易庭来进行后续的裁处。被通知到案的48人，25岁到38岁拢是普通上班族，所将免钱的门票卖价1000、2500加5000，涉犯社会法，相当应拘留3天或者处罚万倍。真侪台消防车甲救护车紧急出动，因为大巨蛋庆祝纯纯的表演。消防人员爬起分推车向大巨蛋真侪方向，一直拍火，因为这边陆续救出受困的人员。大巨蛋员工组成自卫消防编组，引导民众安全疏散。原来是大巨蛋在启动试营运进行台北市消防局的火灾抢救演练，不过为民计划内容，后民进党市员林延峰发现，那大巨蛋发生火灾达到场馆面积的25%，水管流量恐惊无够，发生火灾时阵甚至无水通救，也有量体大人员疏散无简单，管内路线真复杂，消防人员较未是这暗中的状况。想定的一个设计，最主要是提醒指挥官。万一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应该提早预为因应。届时如果发生相关的灾情，其实有需要，一定也是即刻的加派相关的消防车相关的水源，一定是补上，所以不会有救灾水源中断的情形。消防局澄清，会照现场小进行加派消防车，或者是为大巨蛋蓄水池附近水源来应用火灾抢救，用条水源未断去。记者综合报道。日军第6军团桃园步兵109旅一个姓范的士兵，昨日咧清理训练场的时阵，疑似互迫击炮训练的无机气枪支碰到，造成双手也阁有倒蕊目睭拢受伤。加在送病医了后，状况是稳定。军方是第一时间派人处理，也是专案小组来调查。伫桃园陆军幺洞高里70节气发生爆炸意外，一个步兵姓范的士兵伫实施训场清理期间，好亲像互120公里迫炮训练无机气的枪支碰伤。本部所属步兵幺洞9旅范姓士官，今日上午实施训场清理期间，疑遭1-2洞公里迫炮训练模拟器子弹炸伤，造成左右手2处及左眼睑1处撕裂伤，单位随即将伤员送医诊治，已无大碍。意外发生时阵传出真大声响，那士官双手受伤流血，当时嘛随通报医官，经过现场紧急处理了后送医急救，好在无性命危险。意外第一时间各界干部拢到现场协助处理，当时主动甲家属说明，只是国军最近好亲像无病情，像是今年7月24，基隆的双峰营区发生迫炮爆炸，有9个官兵受伤。8月3，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救贫基地发生推进剂制停春药消费，不明原因发生小客。第4系的作业员受烫伤，这意外外界质疑国军在训练的时阵是不是出现疏失？这个是单纯的要训练的流程确实有问题啊。109旅呢，它是新训单位，它的训练时数可能要再加强，否则的话呢，以后状况会越来越多。国军训练以外事故真多，到底是部队的管理问题，还是安全训练无做到位？专家呼吁，不管是火箭弹还是迫击炮，拢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呼吁国军都要加强训练，才当避免意外。目前国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要查清楚爆炸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带大家来看今仔日早时的报纸。头起先是联合报，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再讲，针对目前利率的水准，敢有关到通货碰撞结束是无信心。市场认为，这代表未来阁有可能会升息。这个消息是指出股市的市场是国在无稳定。对撞联准会利率政策预期的机会合约交易商，也要头一摆甲降息的时间压住，延到明年的6月份。
所来是中国时报记者陈连九大型加密货币 JPEX 伫香港逼出诈骗的案件，而且有风声讲有人对伊提出告诉，推可能会变做被告。陈连九切实对此头摆伫社群媒体强调，无做的代志就是无做。也若家己做了有疏失的所在，已经把资料交予检调单位未来的检讨。落尾是自由时报，前几年因为极端气候，而且讲这几年的水情无好，农业部鼓励种植的农民参与稻作试选3，也是大区轮作来省水。农水署长蔡成富讲，因为目前全国的水库水量拢伫咧悬水位，另外后半年雨水量估计会正常洼济。经过计算，明年顶半年的农业用水水情是会真乐观。所以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交战已经拍2个月，联合国甲法国总统马克宏拢呼吁赶紧停止战争。也那美国总统拜登是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同意每一天会停火4点钟，互国际的救援物资通送入去加沙。超过1500名示威抗议者，包含奥斯卡得奖的女明星苏珊·沙兰登，找到集合地纽约曼哈顿，要求以色列马上停火，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以色列所有资助。You do not have to be Palestinia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slaughter of almost 5,000 children is unacceptable and a war crime. 以哈冲突已经进入第2个月，加沙卫生部讲，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0888人，其中包含4400多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提到，国际谴责哈马斯犯下让人非常生气的恐怖行为，并且讲，联合国正在发起12亿美金的人道的紧急募款，帮助巴勒斯坦人。也那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巴黎召开援助加沙会议，也搁再强调暂停敌对行动，因为保护民众是不用谈判。La liberté de mouvement sur le territoire de Gaza est primordiale pour s'assurer que ce qui se passe à l'heure actuelle ne débouche pas ou ne devient pas un vrai nettoyage ethnique. 不过，以色列官员再度强调，是哈马斯选择开启这场战争。加沙地区的人道物资运送确实不简单，也阁无存在人道规矩。美国总统拜登最高是讲，以色列已经同意对7日开始，每天暂停4点钟伫加沙北部的军事行动，互人道援助物资能进入，同时互民众能顺利来撤离。英国根据美联社上新的民调，民主党支持者对拜登处理中东地区冲突的方法，对8月57%认同，到11月6月敢若剩50%，无认同的对8月40%提悬到11月46%。另外，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提到讲，基于人道因素，已经准备好释放1名女性加10个囡仔，总共2名以色列的人质。不过，并无说明确切释放时间。这阵也有超过240名人质伫哈马斯手中。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纽约大学的人年医学中心半年之前，有一个46岁的查甫人，因为喉膏压电电到，倒落去目睭是完全青霉，所以伫遮做换目睭的手术。这是全世界头一个换规粒目睭的手术。虽然讲现主时也无法度确定这个查甫人敢会当完全看有，不过伊即马脑部对光线的刺激已经开始有反应，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今年46岁阿肯色州的退伍军人阿朗詹姆斯，在2001年6月做工课的时阵，互这种离保毒度的高压电拍到，面是规个变形，失去倒边的目睭、鼻仔、喙唇、前喙齿、倒边的喙皮和下颌，含常常用的倒手骨，所以用转进去一面的医师医疗有名的纽约大学邓格尼医学中心去做面的重建手术，红白入器官移植名单3个月后，总算出现适合的。外科医师今年5月替伊做全球第1个全目睭的移植手术。第21点钟的手术过程，毋但是规个目睭血管、视神经拢做移植，外科团队阁做实验性的做法。因伫做视神经的连接的时阵，因甲在观众者身躯顶摕到的特殊干细胞注入去詹姆斯的视神经，希望会当刺激修复。Now we cut the nerve back here and the blood vessels in the back. The eye was brought into position. We connected the optic nerve, and then we connected blood vessels to the ophthalmic artery and vein to provide blood supply
to the central retinal artery in the entire eye. 有的眼科专家本来是烦恼讲，这医师的目睭真紧就会缩甲敢若葡萄干遮尔细粒，但是对手术甲打，詹姆斯的恢复是真好。虽然还无法度确定伊以后是毋是真正会当看会到，但血流真好，眼压嘛正常。MRI 主镜做影的检查，嘛看出伊脑部对光线的刺激嘛拢有反应。Oh, you know, I can smell again. I can eat again. Taste goo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year and a half, I got to kiss my wife. 人类目睭医师的手术本底拢是一直伫个眼角膜的部分尔，但是医师全目睭的动物实验有过成功的案例，即马詹姆斯的例嘛证明用伫人体嘛是会使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去做外送平台的业务人员，专门参连锁餐厅签外送平台合约。不过，伊煞甲店头收钱的口座换做家己的口座。也就是讲，店头伫做外送平台的时阵，应该赚的钱，拢总会入去这个姓陈查甫人的口座。伊3年以来已经摕超过800万。接到电话，外送员赶紧送餐。即间有名咖啡厅伫捷运南京复兴站附近，甲外送平台合作，用外送抢营收，做将近1年时间，共共做8工。身份是被告啦，已经涉嫌诈欺等案。营收款项无接受，后手就是以76岁姓陈的查甫人，应征外送平台业务员，专门经连锁店家讲合作，涉嫌利用职务，将餐厅收的款项设为私人消耗，别人赚的辛苦钱，全部进入伊的落地内底。警方清查至少有4间餐厅受害。账户设定比较麻烦，所以有些店家都会直接给业务人员去帮忙协助啦，所以可能在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弊端产生。不止减少自盗、大赚黑心钱，这查甫人佫软平台空胖，原来说空壳的餐厅，原来扮演假客户，写无实在资料，透过现金付钱下订，佫无顾促销订单，外销平台就会付店头餐点制作费。另外一边向顾客要求赔偿的时阵，煞找无人。陈姓夫妇2人于8日拘提到案，全案依伪造文书、诈欺及妨害电脑使用移送北检侦办。骗3年外超过800万，受害外送平台也发声明回应。专案经过内部调查发现，涉案的查甫人由人力资源公司派遣，案发了后已经要求换人，各追究法律责任。虽然强调相关诈欺去年有全面升级，但过出现安尼闹交，难免互合作店头质疑业者内部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由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4个县市联合举办的艺术连线，即摆用影像艺术做主题，透过工作坊讲座呈现人甲土地的感情。作品安排伫咧这4个县市无共所在、无共方式来表现。不过想要讲的共款，拢是对这片土地的爱。一幅的作品表达创作者对在地土地的想法。运用各种复合媒材作品，伫嘉义县埔子的文雅美术馆展出，主题是历史永续，展现土地人文关怀的精神。大家对于文化艺术跟土地人文都非常的关心，那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连线，然后呢，把各自不同的文化艺术呢，用不同的方式跟多元的媒材，共同创造一个视觉艺术的一个连线的一个飨宴。我希望人看我的作品，不是干来看伊的技术足好的，是这技术下骹内底有真清的记忆，啊，个咱的细汉时看到的这个已经消失的文化。代表嘉义县展览的嘉义大学、南华大学、五凤科技大学、甲中正大学4间大学的学者甲学生，是透过作品绍介嘉义县这片土地。不管在视觉上，或者说一些表演上，其实这样的一个在资源这么少，然后融合在一起，让这样的一个板块里面打破了一般我们对于县市乡镇这样的一个比较自己的一个区域，它反而是有更大的格局。云嘉南视觉艺术连线艺术展览的地点，下过4个县市，嘛有要展现南部一日艺文生活款的艺术。嘉义县的展览为即马开始到12月初，伫4个县市无共所在的展览，表达的共款拢是对台湾这片土地的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嘉义的布袋店这几年人口老化愈来愈稀微。
不过，即阵有少年人登去因的故乡布袋，联合居民的力量，恢复布袋镇过去的繁华。公司带起来青春来的帮，用暗7点半，带大家来看这阵少年人的拍拼过程。每一年旧历7月前3天，是家己布袋过到王爷宫西境，一个超过100年火顶夜巡的活动一个到，村民都会聚集做伙，做伙摆。办仙、西景、拼阵头，就亲像过高人的小过年。伫外口食头路的，也拢会转来，为地方的活动出一份力。咱伫个火顶夜巡这几天，咱所有庄头的角头庙、阵头，全部拢会做伙出来，规个庄头的大家拢做伙出来凝聚在一起。美术活动闹热了后，伫遮生活的少年人也转去到日常的生活。不过，以养殖产业为主的布袋，面对能源公司大量入来做土地种田，是要放弃渔网来换稳定的收入，也是要继续顾厝内温啊？大家是有无同看法？我们如果直接做光电，现在光电一甲，它的租金大概就40万。我坐咧遮，伊就家己来。政府一直推广讲返乡青年，但是利用这些太阳能量，那变成讲你是在扼杀这些青年原本想要返乡的梦想。你无看到人去做，你哪有法度放鱼啊？对土地利用的方式，大家虽然立场无同款，不过在地青年也是做伙讨论，要安怎让布袋佮发展闹热起来。我是希望大家会使来遮耍。入摆新闻了，嘛会使开始为后壁好买了，周遭的一寡产业，大家拢会使往观光这一块去发展。少年人用创意，透过生态导览、环境教育，希望各乡的产业有改变的机会。包括布袋这个养殖产业真重要的所在，会当重新思考发展的方向。美术文化结合观光。目的就是活化的一种方式，就亲像每一年的火顶夜巡，让布袋出现希望的光。记者陈兴定、吴一修嘉义报道。22度到25度，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22度到29度，高岛地区19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这期新闻，我是郭培军，明仔载再会。